巴黎最近空厝真少，要税厝真困难，而且这厝税嘛是直直起。一间5平房间厝税就要超过新台币3万块，而且有可能有钱嘛租无。有袂少人即马就怨叹讲，即马要伫巴黎税厝袂输得亲像去比奥运比赛同款困难。 最近伫法国巴黎税厝真困难，才拄啊看顶的税厝广告，5分钟了后敲电话问，有约参观已经满啦，而且租金高甲惊人。 15 square meters for €900? I'm not that desperate yet. 27岁来昂过去2个月一直咧看厝，伊已經看15間房啊。 There are a few offers, lots of people apply for all the listings, so today it's complicated to find a suitable place. 来昂情形伫巴黎毋是個案。 网络上四月拢是咧找厝的大文，房地产专家指出，巴黎出租厝的数量伫3年来减少7成以上。 As a direct consequence, rents started to increase roughly 2 years ago, and they soared in the past year in 2023. 巴黎大房无够供应的原因真侪，除了法国进程为着降低通膨、调起利率，造成厝价真歹贷款买厝。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部分大房无符合巴黎的质量法规。 那2028年进程无改善，未来就袂当出租，再加上下季奥运几个月了后就要举行，真侪厝头家选择将厝短期出租，趁奥运期间趁一笔。未少厝家最近就接到厝头家唔续租的通知。房地产分析师指出，今年上半年想要伫巴黎税厝竞争可能甲奥运比赛同款的激烈，同款面临大房歹找，也个英国伦敦，伦敦伫举办2012年奥运进程承诺。 你伫奥林匹克公园所在地区，英国上散车牛汉兴建数万套社会主体甲相关设施。不过奥运结束10万年了后，居民唔人会并购大房依然无消息。 I met with an audience of local residents that, frankly put, were tired, came across as jaded, rightly so, were angry and felt quite aggrieved. About the range of promises over the preceding 15 to 20 years that something was going to be done. 社会主体无消息，颠倒是新建的高级主体对外拍出1个月付2300英镑换10万台票的包台介绍。用中世纪级美术的手数据显示，伦敦奥运场馆4个月已经兴建超过12000套大房，不过无够10%是社会主体。那过去3年，纽汉厝的租金起20%，互当地居民陷入更较严重的好价山差期。公司新闻7万人朋友。